2025年9/30，咁仲有半個鐘就到12月1號啦。咁嚟到呢個晚上，呢個 post 我想做咗好耐嘅啦，但係咧都冇時間。但係趁住今晚咧，Daniel 咧佢就即係 WhatsApp 我啦，咁但係咧佢係冇參加我嘅喎，亦都唔係有關即係淨係股票嘅。我哋關心呢個世界有世界觀，並非劉德華搞咩線上演唱會喺大陸暴跌80啊！咁啊，當然啦，亦都係講愛啦、基督徒啦嘅鄭秀文。呢一個世界咧，我同大家講，正在發生緊一個咧人類歷史咧係最殘忍嘅一個咧係屠殺，就正係喺呢個以色列政府軍咧喺呢一個加沙地區進行大規模嘅屠殺，比起南京大屠殺咧高出20倍。我哋嘅外長王毅亦都係我即係喺多年嚟見佢做工作咧最成功嘅咧，就係希望係成立呢個北京條約。佢請咗好多巴勒斯坦嘅政府嘅代表咧，就力排咗佢哋中間嘅分歧，就希望佢哋聯合組織一個政府。嗱，留意翻有10個人，呢10個人都俾以色列特務暗殺咗，去阻撓中國政府咧係參與中東事務。但係我話俾你聽，你係阻撓唔到嘅，因為中國咧將會出兵加沙。如果你唔停止喺加沙嘅呢一個咧係屠殺咧，必定會遭到嚴重嘅後果。嗱，留意翻啦，特朗普今晚見呢個內塔尼亞胡咧，又係咧喺度咧打晒龍通，表面就話停止，其實咧佢同內塔尼亞胡因為呢個猶太資金咧係將呢個美國政府所有嘅議員咧都有份賄賂嘅，我相信特朗普都有收過呢啲錢，所以咧就喺呢一個見到咁多細路仔被屠殺，超過35000個細路哥被屠殺。大家喺相中見到嘅呢個細路仔咧，我睇過呢個相片咧，不斷喺我腦海浮現。佢就用呢一個咧係佢哋呢一個巴勒斯坦喺地方嗰度咧就冇嘢食，咁啊嗰啲救援咧就俾呢個以美國政府為首嘅救援組織，其實就根本係一班恐怖分子。我覺得佢係趁嗰啲巴勒斯坦人喺度等食物嘅時候羞辱佢哋，同埋咧揾槍射擊佢哋啊，殺咗好多人。咁而呢啲巴勒斯坦嘅軍人非常殘忍，比起皇軍殘忍18倍嚇。大家留意翻世界發生緊呢啲咁嘅事，但係香港冇人提及嘅，包括最愛嘅呢啲中意講愛嘅香港娛樂圈，全部都係人渣。呢啲咁嘅為咗揾食啊，係咪啊？冇人提及過呢件事，點解驚得罪美國政府，去唔到美國開演唱會？BC Channel 冇呢個問題，因為我哋係靠實力，因為我主力係自己去炒，就唔使邊個參唔參加，我亦都冇咩課程，因為我成日都贏。就好似今晚我都喺度講一講股票啦，NVDA 都係同大家講啦，好多朋友問到啦，我喺琴晚見唔見到？又係呢個 post 咯，即係我一個 post 講晒所有嘢，寫住180 NVDA 見唔見到？我琴日都講咗㗎啦，嗱有即係寫低嘅，費事又好似佢哋咁樣講大包圍啊，就180蚊一突破咧就上㗎啦。嗱，國際法庭講翻呢件事已經裁決，以色列同埋聯合國都已經斷定咗加沙係一個屠殺，咁啊而且係得到聯合國嘅認證啦。咁啊既然係咁嘅話，我哋係有責任咧拘捕任何戰犯。嗱，如果呢一個王毅當日呢個北京條約咧，就係習近平主席希望通到呢個中東和平嘅，以色列特務咧就一定係攞到情報啦，就將佢哋殺咗。嗱，咁所以換句話講，可能喺香港都有以色列特務，呢啲以色列特工喺香港收集情報，影響咗祖國嘅呢個北京條約。身為呢一個咧，即係 any people，even a human being。如果你發現以色列特工喺香港活動，立即通知國安局，或者你自己立即將佢擊倒，咁咧可以咧係好快咧就將佢哋咧係繩之於法嘅。咁啊，而且亦都要追究所有曾經參與喺加沙嘅以色列人員，呢啲military person，呢啲軍事人員，每一個都要追究。咁啊，而且追究呢件事咧就唔係完結嘅喎，同佢哋以前追殺呢一啲納粹嘅戰犯一樣。到佢80歲、70歲都要追究，揾佢嘅家人揾佢出嚟。咁啊喺亞洲都要成立一支咧追究加沙屠殺嘅聯合行動。咁啊令到佢哋一踏入亞洲就將佢哋拘捕。我要到呢一班曾經喺加沙屠殺兒童嘅人咧寢食難安。咁就算唔能夠立即將佢哋拘捕都好，都要全面咧去追查佢哋。咁啊留意翻內塔尼亞胡嘅內閣，聯合國已經咧就講咗咧。佢哋3個主要政府成員咧係種族滅絕者，同皇軍當年喺南京進行大屠殺咧更加嚴重。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殺咧係一個非常殘忍嘅過程，係咪啊？呢啲日軍咧鬥殺人，殺得人多，將啲細路哥斬頭，或者將呢個武士刀咧吉喺嬰兒上高。但係以色列嘅暴行比佢哋咧兇殘10倍。
咁咧成日都話到自己係受害者，用呢個藉口咧去屠殺佢哋。呢一件事並非發生於現在嘅。1976年喺聯合國第一任國防部長宋任窮係多次譴責咧呢一啲以色列人咧係衝入去呢個巴勒斯坦難民營咧係屠殺呢一啲咧難民嘅。我亦都喺上年2023年啦、2024年啦寫過好多個有關呢啲猶太極端主義嘅人，咁亦都我喺呢個香港地區見過幾個喺街嗰度咧係大叫俾我哋立即喝止。我亦都非常遺憾咧，冇痛擊我喺加拿大嘅時候撞見嗰兩個以色列人，係我人生其中一件最遺憾嘅事件。我喺度呼籲大家，如果發現以色列特務喺香港地區活動，立即通知國安局，立即將佢哋拘捕。佢哋咧係我哋中國共產黨嘅敵人，毀壞咗呢個南京條約，企圖咧係將巴勒斯坦人咧進行種族滅絕。其實唔單止係香港人，甚至乎每一個人咧都應該立即咧係查出你哋附近會唔會有以色列特工。如果一查出嘅話，立即咧拘捕佢哋，用公民嘅身份就已經可以㗎啦，係咪？好啦，咁嚟到呢一度咧，今晚呢個 NVDA 如果一突破咧，就有排升，咁啊已經展開升勢。呢一個細路女，佢講到話佢咧冇嘢食咗3日定4日啦。咁啊呢一個影像喺我腦海飄現咗好耐，咁我成日都想做呢個 post 㗎啦。咁但係今晚有機會我都做埋啦。咁唔知佢係咪已經俾以色列嘅戰犯咧係餓死咗？佢哋用呢一招咧，唔俾食物佢哋，咁啊好中意踐踏人嘅尊嚴。如果我喺街撞到呢啲咁嘅極端以色列分子咧，我會立即咧係將佢咧係按喺地上 ，I will put him down on the ground in 2 seconds。咁啊，大家留意翻啦，佢哋只係咧對呢啲婦孺啦同埋細路仔係強者，喺我面前2分鐘就將佢按喺地下，到時咧佢就可能咧 beg for mercy，but it's gonna be too late，big boy。